当年4月到7月是台湾的乌昂层的季节，今年大丰收。目前总共渔获量已经达到各地配额9成。渔业署昨就赶紧公布，讲为12开始，袂当阁掠太平洋的乌昂层啊。一刀一刀料新鲜的沙西米，即马当是台湾的乌昂层季节，不过未来要食，恐惊在加开钱路，因为乌昂层袂当阁掠。农业部渔业署从暗时赶紧宣布，12号半暝开始，袂当阁掠太平洋的乌昂层。若是无顺利掠到，都爱随等当去大海买通报，因为即马累积鱼的数量已经达到国际配额9成。渔民是头壳摸咧烧，该开成本拢开落去感觉这个消息伤临时呀。钱拢已经开除经费拢都开除对无？无须你阵有诶补给好诶，出去外海你来维护迄个12号进程来话就免咯。讲话对啦，阮是昨个收到机会信息来。来到鱼市场，真侪乌昂层的业者含边就嘛认为，进球爱阁延一个，那么乌昂层会阁变贵。明天就是关键了，所以明仔大家抢鱼啊！可能是啦。突然，你的生计就直接被砍掉了呢。我会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。我们也会来跟渔业署反映，因为毕竟大家其实都是第一次碰到黑尾鱼这个限额的问题啦，对渔民的影响真的很大。东港区议会讲，会甲渔民的心声甲董事讲，民众万免惊食袂到乌昂层，因为拢已经并要去冷冻库内底，会当稳定供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